2月14情人節、3月14白色情人節，究竟呢兩個情人節有咩分別呢？關於節日嘅由來，我今次唔多講。今次主要想分享呢兩個情人節喺功能上嘅分別。依照傳統，2月14情人節係女士向心儀男士送禮嘅日子，而3月14白色情人節係男士回禮俾女士嘅日子。喺2月14收到心意嘅一方，應該要喺3月14回禮俾對方。呢度蘊含住兩性關係嘅學問，就係收穫與付出嘅雙向循環。試諗諗，如果你不斷為另一半付出，而另一半從來或者甚少付出俾你，你應該好快就會心理唔平衡，關係都會難以繼續發展落去。所以大家記得要適當地為另一半付出啦。你認為兩性關係上仲有咩特別需要注意嘅呢？歡迎留言話我知，關注我學兵法，爆人爆數。